終於捱到仔仔 Max 返學嘅日子，但係我每日都會堅持送佢上校巴，每日都會堅持送個女咪咪返學放學，係我自己俾自己仍然執着嘅任務。因為只有返學前同埋放學後嘅時間，佢哋完全屬於我。自由嘅時間，媽媽終於喺人生揾翻半個自己，終於重拾咗曾經好中意嘅空中瑜伽，有時間重拾運動嘅習慣，仲能夠自己享受一個寧靜不被打擾嘅午餐。返到屋企可以安靜咁插中意嘅花，朝朝醒目享受冥想嘅時間，報名學習一啲新嘅技能同興趣，認識新嘅圈子，志同道合嘅朋友。我終於感覺真係釋放咗自己。有半日我終於唔再飾演情緒穩定嘅媽媽，我終於能夠係擁有自己世界嘅人啦。雖然半日時間唔係好長，轉眼間就要接放學，但已經係我當全職媽媽最大嘅夢想。同大家分享翻我情人節收嘅花，終於可以嚟到媽媽做 SPA 嘅時間，忙裏偷閒咁為自己充電啦。繼續保持正向心態，享受育兒生活。各位媽媽，放鬆完之後再加油啊！